王妃掌角張柏芝，16歲謝震南替母出頭報奏天后，別被狗血爽文騙了，深扒2026封妃之真實大結局。原來全網都中了圈套。在2026年的娛樂圈，一則王妃掌角張柏芝，16歲謝震南替母出頭報奏天后的傳聞如野火般蔓延，瞬間點燃了公眾的八卦熱情。然而，這不過是又一出精心策劃的狗血爽文鬧劇，與真實情況相去甚遠。讓我們撥開迷霧，探尋封妃之三人真正的情感軌跡與人生結局。1. 傳聞溯源，一場精心設計的流量狂歡。這則傳聞的爆火，離不開社交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獨特邏輯。在算法推薦與流量至上的驅動下，極端衝突性內容往往能獲得更高曝光。所謂掌角報奏等關鍵詞，精準擊中了公眾對明星私生活的獵奇心理，使得未經核實的消息迅速發酵。事實上，王妃與張柏芝作為華語樂壇與影壇的標誌性人物，其情感糾葛本就自帶話題性。謝霆鋒與王妃的世紀復合，與張柏芝的婚姻破裂，以及三人跨越20餘年的情感拉鋸，早已成為公眾記憶中極具戲劇張力的文化符號。此次傳聞的傳播，正是利用了這種集體記憶的情感慣性，將虛構情節與真實背景糅合，製造出以假亂真的效果。2. 真實軌跡，從激烈衝突到體面和解。1. 謝霆鋒在責任與自我間尋找平衡。謝霆鋒的情感歷程始終伴隨着公眾的審視與爭議。2014年，他與王妃復合的消息震驚娛樂圈。這段世紀之戀的重啟，既被視為對真愛的堅守，也被質疑為對家庭的逃避。然而，隨着時間推移，謝霆鋒逐漸展現出成熟的一面。2026年初，謝霆鋒在深夜發文，以故事終於寫下為句點，為三人長達20餘年的情感糾葛畫上休止符。他在文中感謝過去，期待未來，態度克制而堅定。這一舉動既是對公眾質疑的回應，也是對自我情感的梳理。此後，他減少公開談論私人生活，將更多精力投入電影事業與極限運動，用行動詮釋體面告別的內涵。2. 王妃以沉默守護邊界，用作品傳遞態度。王妃的情感態度始終保持着疏離而獨立的特質。與謝霆鋒復合後，他並未選擇高調秀恩愛，而是保持私密性，避免將感情暴露於公眾視野。2026年春晚，他以一首你我經歷的那一刻登台，分文未取且自費造型，用行動打破為名利復出的質疑。面對輿論風暴，他始終以沉默應對，將精力專注於音樂創作與子女教育。王妃的教育方式同樣體現了他的放手哲學。他鼓勵女兒李嫣參與公益活動，培養獨立人格。對竇靖童的個性發展，他選擇支持而非干涉。這種不綁架、不控制的態度，既是對子女的尊重，也是對自我生活的堅守。3. 張柏芝用母愛重塑人生，以行動贏得尊重。張柏芝的情感歷程堪稱一部逆襲史，從風之戀的轟轟烈烈，到艷照門的輿論重創，再到獨立撫養3個兒子的艱辛，他始終以堅韌的姿態面對生活。2026年新年，他在成都街頭啃兔頭、挑冰箱貼的視頻刷屏網絡，真實而接地氣的形象，讓他贏得煙火氣媽媽的稱號。在教育子女方面，張柏芝堪稱典範。他每天清晨5點起床做早餐，親自接送孩子上下學，輔導功課到深夜。他的付出結出碩果。
大兒子 Lucas 被新加坡頂尖國際學校錄取，二兒子 Quintus 在鋼琴比賽中獲獎，小兒子因幼兒園畢業照圈粉無數。更令人感動的是，2025年底張柏芝陷入合約糾紛時，18歲的 Lucas 自費改簽機票連夜飛回香港，全程陪在母親身邊，用身體隔開媒體鏡頭，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擔當。3. 和解真相，從三角循環到各自安好。1. 情感邏輯，從激烈到釋然。鳳飛之三人的情感糾葛，本質上是三種不同生活態度的碰撞。謝霆鋒的叛逆與成長，王菲的疏離與獨立，張柏芝的濃烈與堅韌，共同構成了這段關係的複雜性。然而，隨着時間推移，三人逐漸從對抗走向理解。謝霆鋒在深夜發文中感謝過去，王菲以沉默回應質疑，張柏芝用母愛贏得尊重。這些舉動都傳遞出一個信號，他們已放下執念，選擇以更成熟的方式面對彼此。這種釋然，既是對過去的告別，也是對未來的期許。2. 社會鏡像，公眾情緒的投射與反思。鳳飛之的故事之所以能持續引發關注，不僅因為其戲劇性，更因為它折射出公眾對情感關係的集體想象。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，人們渴望看到真愛戰勝一切的童話，也樂於討論責任與自我的衝突。然而，當傳聞與真實背道而馳時，我們更需反思，為何總被狗血爽文牽着鼻子走？事實上，真正的情感成長，往往發生在沉默與行動中。謝霆鋒的克制，王菲的沉默，張柏芝的堅韌，才是這段關係中最值得關注的細節。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，愛情沒有標準答案，但尊重、理解與成長，永遠是處理情感關係的最佳方式。4. 未來展望，在各自軌道上繼續前行。1. 謝霆鋒，從偶像到實力派的蛻變。2026年的謝霆鋒已逐漸擺脫偶像標籤，向實力派演員與商人轉型。他參與的電影項目屢獲好評，創立的影視公司也取得不俗成績。未來，他或將繼續深耕電影領域，用作品證明自己的價值。2. 王菲，音樂與生活的雙重修行。王菲的音樂生涯早已無需證明。2026年春晚的演出，再次證明了她華語樂壇聲音圖騰的地位。未來，她或將減少公開演出，將更多精力投入音樂創作與子女教育，享受不食人間煙火的自在生活。3. 張柏芝，母愛與事業的雙重豐收。張柏芝的母愛已成為她最鮮明的標籤。未來，她或將繼續平衡事業與家庭，通過直播帶貨、影視演出等方式維持經濟獨立，同時用更多時間陪伴孩子成長。她的故事或將激勵更多單親媽媽勇敢面對生活。5. 結語，別被狗血爽文綁架，學會體面告別。鳳飛之的故事終將隨着時間流逝成為回憶，但這段經歷留給我們的啟示卻值得長久思考。在情感關係中，我們是否總被外界聲音干擾，而忽略了內心的真實感受？是否總在追求完美結局，而忽略了成長本身的價值？2026年的鳳飛之已用行動給出答案。真正的成熟不是對抗或逃避，而是學會體面告別，在各自軌道上繼續前行。願我們都能從他們的故事中吸取力量，以更從容的姿態面對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戰與選擇。鳳飛之的情感糾葛，在2026年這場荒誕傳聞的喧囂中，愈發凸顯出公眾對明星私生活的過度關注與獵奇心理。
然而，狗血爽文終究只是虛幻的泡沫，經不起現實的推敲。真實的他們，在歲月的磨礪中，早已學會放下過往的恩怨情仇，以成熟、理性的姿態面對生活。謝霆鋒專注事業，王菲堅守音樂與自我，張柏芝用母愛書寫人生新篇，各自都在屬於自己的軌道上穩步前行。他們的故事不應成為我們茶餘飯後的消遣談資，而應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我們在情感與生活中的困惑與成長。我們當從中學會，不被虛幻的傳聞左右，不被他人的生活綁架，尊重每個人的選擇與成長軌跡，以平和之心看待世間紛擾，珍惜當下，努力書寫屬於自己的真實。精彩人生，精彩人生。